真正傳播能夠為大家推出基督教的征途羅馬篇，其實必須要多謝意大利華人神學院嘅，因為喺早一段時間，神學院邀請我哋去為佢拍攝1連5集嘅影片《基督教在羅馬》。我哋取得咗意大利華人神學院嘅同意，用唔同嘅切入同埋剪輯方式，用廣東話製作咗基督教嘅征途羅馬篇。所以我哋兩組影片都有唔少相同嘅地方。我哋所有拍攝嘅場景都係得到當地嘅官方機構認可，進行合法嘅拍攝嘅。喺古羅馬廣場嘅拍攝，真正傳播係嚟自亞洲嘅第2隊隊伍，更加係第1隊華人拍攝隊。我哋盼望呢一個影片能夠讓大家更加了解羅馬同埋基督教嘅關係。喺上一集我哋提過，羅馬帝國對猶太人實行咗間接嘅統治，允許佢哋保持宗教自由，但係又要求佢哋效忠羅馬帝國。耶穌嘅教導同埋影響力，竟然引起咗當地宗教領袖同埋羅馬官員嘅關注。最終，耶穌被猶太宗教領袖視之為威脅。試問我哋又點會諗得到，今日嘅羅馬竟然係天主教嘅宗教主場景？早期基督教喺羅馬帝國嘅發展始於耶穌死後，門徒又四散，去到唔同嘅地方傳福音。初期教會面臨羅馬政府嘅迫害，因為基督徒拒絕崇拜皇帝，被視之為威脅。然而，基督教強調平等同埋救贖嘅信息，吸引咗好多底層嘅民眾同埋奴隸嘅。我哋喺呢一集係會睇下喺羅馬嘅基督教會究竟係由乜嘢人去建立，又係點樣被建立嘅呢？我哋可能會覺得早期嘅羅馬教會係以猶太人為主嘅，但係原來曾經喺一夜之間轉變成為8%嘅外邦人教會。我哋亦都會一齊去認識早期教會嘅一啲重要信徒嘅貢獻，同埋有2位早期嘅教皇。第一個咧就係利勞。喺新約嘅提摩太後書4章21節裏邊，保羅咧就提到利勞呢一個名啦。傳統上認為呢一個就係教皇利勞啦，顯示咗佢同保羅係同伴之一。另一個就係革利免，係早期羅馬教會嘅第4任教宗。根據教會嘅傳統，革利免同埋使徒彼得、保羅有密切嘅關係，甚至可能係佢哋嘅門徒之一添。咁樣就使到佢成為使徒時代同埋後使徒時代之間嘅橋梁人物啦。條條大路通羅馬，相信你都已經聽過㗎啦。嘅意思係話，嚟自4面8方嘅人都會好容易揾到佢哋嘅道路。其中基督教嘅信仰亦都唔例外。耶穌基督嘅信仰，隨住佢嘅跟隨者進入咗羅馬嘅場景之中，發展起嚟啦。羅馬係世界文明嘅重要發源地之一。喺羅馬帝國中嘅地位十分重要，佢係人類歷史中最偉大嘅帝國首都之一。條條大路通羅馬係無可否定嘅，因此可以肯定羅馬帝國統治下嘅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等，都係以羅馬為中心嘅。喺羅馬呢個地方有最偉大同埋普世文明嘅教會，就係由使徒保羅同埋彼得所建立嘅，所以羅馬教會亦都有好崇高嘅歷史地位。由於
羅馬係喺帝國嘅首都，所以亦都特別受到好多人嘅關注。喺一般人嘅諗法，基督教嘅中心應該係喺耶路撒冷啦。但係耶路撒冷嘅教會一路都被嗰度嘅猶太人宗教領袖所排擠同埋迫害，故此基督徒就四處流散啦，亦都導致到羅馬有好多嚟自猶太地區嘅基督徒。喺意大利有一條好出名嘅河流，叫做台伯河。由於河流為黃白色，因此當地又稱之為黃河。呢一條河亦都係羅馬城嘅主要河道，故此聞名於世。羅馬城就建立喺佢嘅東部河岸之上。喺台伯河邊嘅猶太人社區，就係早期從猶太嚟嘅基督徒嘅聚集地。有一件歷史事件，亦都成就咗羅馬成為日後基督教嘅中心。呢件事就係耶路撒冷被毀啦。喺西元66年，猶太人起義反對羅馬人嘅統治。喺西元70年，耶路撒冷就被羅馬帝國嘅將軍提多所攻破。聖殿亦都被佢嘅軍隊焚毀。喺古羅馬廣場嘅東南面聖道之上有一個凱旋門，係單拱形嘅，佢就係提多凱旋門啦。佢係喺西元81年嘅時候建造嘅，佢係為咗紀念提多將軍喺西元70年征服同埋摧毀咗耶路撒冷而建造嘅。終止咗喺西元66年開始嘅猶太人起義。拱門上邊嘅雕像描繪咗羅馬勝利、耶路撒冷陷落之後嘅慶祝凱旋遊行。佢成為咗猶太人散居嘅象徵。拱門上邊描繪嘅燈台，亦都成為咗以色列國徽燈台嘅原型。猶太人俾羅馬帝國驅散，無形之中就增加咗羅馬教會嘅地位，基督教嘅重心向西方轉移，羅馬就成為咗最合適擔當教會中心角色嘅城市。早期嘅基督教護教學家愛任紐曾經引述過羅馬教會所講嘅話：最偉大和普世文明的教會，就是被榮耀的使徒保羅和彼得在羅馬所建立起來的。基督教喺頭2世紀面對間歇性嘅逼迫，去到3世紀就開始面對全國性全面嘅逼迫。嗱，呢個即係連續3個世紀可以講係即係綿延不絕嘅逼迫，即係當然對基督教嗰個塑造係產生相當大嘅影響嘅。首先即係逼迫。當然係對基督教嘅發展帶嚟威脅嘅，會有基督徒換教。嗱，我哋常常講好多基督徒殉道，不過即係喺任何一個時間，包括早期教會在內，換教嘅一定係壓倒性多過殉道嘅。如果唔係殉道士就唔會被紀念噶啦。嗱，所以咧好多人會放棄信仰。咁你可以話呢個對基督教嗰個發展一定係帶嚟一定程度嗰個嘅打擊嘅。不過凡事都有兩面睇啦，即係基督教被逼迫，嗰個亦都造成基督教被煉淨。好明顯，基督教一段好長嘅時間都係處於社會嘅邊緣、文化嘅邊緣。可以講，即係做基督徒就要付好重嘅社會成本，就唔會有社會紅利嘅。咁亦都意味住咧，你接受基督信仰一定要係真真實實嘅信仰，對你即係至關生死嘅信仰，你然後先至會即係接受佢。
基督徒受迫害、受逼迫，当然有政治方面的，也来自犹太教的，也有外邦人的，也有等等。那他们为什么愿意接受受迫害，愿意殉道？当然，叛教的人比殉道的人多，这个是不在话下。那他们为什么愿意这么做？这是我一直在思想，是什么催逼他们？我在思想的时候，我想，或许是因为他们明白他们所信的是什么，还有呢，他们在期待耶稣很快就来了。他们有一个很马上要发生的终末论，再加上他们认为唯信仰殉道，是他们真正所相信的，就是整个从主观的因素，就是他内心的那个催逼，他对他信仰的真实的那个把握和理解。另外呢，就是客观的因素，就是主耶稣的再来，他对主耶稣很快的再来，所以他做这样的一个殉道。这是我在思考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愿意殉道？那对教会将来的发展是什么？当然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就马上看见稗子跟麦子的不一样。我们马上看见教会因做这样福音被传开。从使徒时代我们就看见圣经给我们看见，还有其他地方，就是信徒分散的时候是就好像那一个最初的时候神所给的命令，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你们要遍满地面，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对教会将来的发展是怎么样，但带来的挑战很大，同时产生许许多多的异端，产生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思想，这个是以后教会的另外一个要去处理的事情。羅馬教會嘅地位所以能夠越嚟越鞏固，其中就係因為當中有重要嘅使徒同羅馬教會有密切嘅接觸。嗱，羅馬教會咧係好重要嘅。咁究竟佢係點樣被建立起嚟，又係由邊個所建立嘅呢？對於呢一個問題，恐怕冇人能夠提出一個具體嘅答案。但係從聖經裏面《使徒行傳》嘅記載，我哋可以有簡單嘅推論。喺耶穌升天嘅時候，曾經吩咐門徒：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之後喺五旬節聖靈降臨嘅時候，使徒用唔同嘅語言向人傳講耶穌基督嘅福音，其中就有嚟自羅馬嘅人。經文係咁樣記載：從羅馬來的客旅中，或是猶太人，或是進猶太教的人，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鄉談講說神的大作為。咁樣有唔少羅馬人已經聽聞過福音。而且有一啲可能係聖經提及嘅嗰3000、5000人聽福音而信主嘅基督徒。推論落去，呢一群基督徒返到羅馬城之後，就成為咗羅馬城裏面最早嘅基督徒群體。而且使徒保羅亦都有唔少親友係住喺羅馬城裏面，其中包括希羅天安、安多尼古同埋尤尼亞安。佢哋好早就信主，可能比保羅仲早，而且曾經同保羅一齊坐監。喺羅馬嘅教會，本來就係以猶太人嘅群體為主，不過就發生咗一件事件，令到喺一夜之間，教會變成咗100%嘅外邦人教會啦。喺《使徒行傳》裏面記載過一對猶太人夫婦，佢哋係百基拉同埋亞居拉。佢哋曾經喺哥林多同保羅相遇。根據歷史嘅記載，羅馬皇帝革魯丟
因為不滿喺猶太人中間發生嘅紛爭，憤怒之下就頒布咗法令，命令猶太人離開羅馬，而百基拉、亞居拉夫婦亦都因此而離開羅馬。羅馬嘅教會亦都從原本由猶太人為主導，變成咗100%嘅外邦人教會。雖然咧係發生咗革老丟驅趕猶太人嘅事件，但係從聖經嘅記載裏邊啊，我哋都會睇到好多早期基督教喺羅馬嘅身影嘅。喺保羅嘅監獄書信裏面提到唔少喺羅馬嘅基督徒，佢同提摩太話：你要趕緊在冬天以前到我這裏來。有布羅、布田、利盧、格魯底亞和眾弟兄都問你安。而喺腓立比書亦都提到革利免，佢話：還有革利免和其餘和我一同做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當我哋提及到早期基督徒喺羅馬嘅活動，有好幾個人係值得我哋去留意嘅，因為佢哋喺羅馬城裏邊都擁有住十分重要嘅歷史片段。根據天主教傳統，布田係羅馬城有名望且富有嘅參議員，佢嘅全名係昆塔斯哥利流布田。佢同妻子百基拉都係由彼得施洗加入教會，成為早期羅馬教會嘅信徒。布田家族成為早期羅馬教會重要嘅基督徒領袖家庭。保羅最初嚟到羅馬，亦都曾經得到布田嘅接待。相傳布田喺尼祿皇帝逼迫教會嘅時候，為主殉道。喺羅馬城裏邊有2間教堂係同布田家族好有關係嘅，佢哋就係要嚟紀念布田嘅2個女兒，有啲人話係佢嘅孫嚟嘅。佢哋分別就係聖巴西德聖殿同埋喺我身後嘅聖普正真大殿啦。我哋一齊嚟睇下。相傳喺羅馬皇帝尼祿逼迫基督教期間，普正真同埋巴西德藏匿基督徒，並將受害基督徒嘅屍體收集起嚟，埋葬喺百基拉地下墓窟之中。嚟到羅馬，你必須要參觀呢個城外聖保羅大教堂。呢間教堂同世界上最大嘅聖殿，即係聖伯多祿大殿，同埋羅馬主教座堂拉特朗大殿，仲有聖母雪地大殿齊名嘅。佢哋並稱為羅馬嘅4大聖殿。喺呢一個聖殿裏邊，你會見到有好多關於使徒保羅同埋彼得嘅生平事蹟畫像。而且仲展示咗歷代嘅教宗肖像。嗱，而家我哋就一齊睇下初代教會裏邊2個好重要嘅教會領袖，佢就係利盧同埋革利免啦。早期基督教神學家愛任紐喺佢嘅著作《反異端》第3卷第3章裏面提到，蒙福的使徒們在建立教會後，將主教職位交在利盧手中。保羅在給提摩太的書信中提到了這個利盧，阿內克萊特斯接替了他。而史學家優西比烏喺佢嘅教會史裏面亦都記載咗，蒙福的使徒們在建立教會後，將主教職位交在利盧手中。保羅在給提摩太的書信中提到了這個利盧，阿內克萊特斯接替了他。利盧可以話係早期羅馬教會裏面最重要嘅領袖之一，佢被認為係繼彼得之後嘅羅馬第1任主教。而喺城外聖保羅大教堂裏面，佢就被列為第2任嘅教皇。
喺天主教傳統入面記載咗佢係西元67年6月29日成為羅馬嘅主教。而另一位重要嘅人物就係格利勉，佢係著名嘅早期教父。佢因為流傳至今嘅哥林多書信格利勉一書而被教會所紀念。佢喺西元88年擔任羅馬主教。史學家優西比烏記載咗佢任羅馬主教嘅事蹟。佢話，圖密善在位第12年，在阿亂克勒圖斯擔任羅馬主教12年後，克萊門繼承其位。喺呢一度提及嘅克萊門係天主教俾基督徒格利勉嘅名稱。對於格利勉所寫嘅書信，優西比烏有好高嘅評價。克萊門曾以羅馬教會的名義致信當時處於紛爭之中的哥林多教會。這封篇幅較長的精彩書信廣受認可，從古至今在許多教會公開誦讀。愛任紐亦都曾經拜訪過羅馬城，佢曾提到格利勉話，這個人因他曾見過蒙福的使徒們，也曾與他們談話，且一直熟悉他們，可以說使徒們的講道仍然在他的耳邊響着，他們的傳統也都在他眼前。喺教會嘅歷史裏邊，我哋會見到逼迫嚟到信徒當中係有神自己嘅美意嘅。喺早期嘅信徒啊，佢哋只係忠心於耶路撒冷，佢哋只係見到撒瑪利亞同埋猶太全地嘅需要，神就藉住迫害，讓佢哋見到新嘅工場，就將福音帶到去外邦人當中。當提到福音喺外邦人嘅地方裏邊嘅發展，我哋唔能夠唔提到使徒保羅同埋彼得。佢哋讓到羅馬教會可以擁有住世界基督教史嘅核心地位，有住不可或缺嘅關係。下一集我哋會帶大家一齊去尋訪佢哋嘅足跡。就算大家未去過羅馬，相信都可以喺好多電影裏邊見到呢個城市嘅蹤影。其中最有名嘅包括咗1948年嘅單車失竊記，你會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嘅羅馬，仲有1953年嘅羅馬假期，你幾乎可以睇到所有嘅大街小巷，同埋2017年嘅 John Wick， 以及2023年嘅 Mission Impossible 致命清算，你就會見到羅馬今日嘅繁華景象。唔講你可能唔知，喺羅馬呢一度有一個全歐洲最大嘅影城，就係奇內奇塔製片廠。佢僅次於荷里活，係全球第二大嘅影視製作中心，面積有40萬平方尺，即係99英畝咁大。有超過3000部電影係喺呢度拍攝，其中有90部咧係獲得奧斯卡提名嘅，47部仲獲獎添。嗱，剛才提過嘅羅馬假期咧，就係喺呢一度拍攝㗎啦。羅馬係一個好有傳奇色彩嘅地方，佢之所以能夠孕育出咁多好嘅電影，就係因為佢擁有美麗嘅歷史痕跡，同埋嗰啲你只要望一眼就會深深咁樣記住嘅場景。其實羅馬自己本身就擁有好多值得我哋去思考嘅故事。喺下一集，我哋會帶你去睇下兩個好重要嘅人物嘅故事，佢哋喺羅馬嘅經歷都會帶俾我哋唔少嘅提醒。佢哋就係保羅同埋彼得。